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25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南北拆破面，郭文哲和侯友宜伫昨昏拢已经完成登记。虽然郭文哲是有讲愿意替南营立委参选人徛台，但过国民党即马已经下令禁止。侯友宜佫讲是郭文哲家己要离开团队的。也若民进党的赖清德今日是去桃园造势，嘛靠说南北这出戏总算跋煞。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出席北屯竞总成立大会，总统蔡英文将行政院长苏贞昌拢特别到场徛台。到机关城市，赖清德是搁再声明绝对袂行歪靠中国的路，也靠说南北合破局。讲南白河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啊！但是关键片的时阵，咱看甲真清楚，伊根本就是为了政党的利益。 为了个人的权利，国民党侯友宜是甲副手赵少康到桃园台中造势，南北伫总统选前的战绩破局。虽然民众党郭文哲登记参选的时阵，也是话讲愿意替南营立委参选人徛台，不过国民党随划清界线。我们打团队作战，纪律很重要。是柯文哲要离开团队的啊，因为总统的部分我们目前是竞争的，所以。 其他的总统候选人或副总统候选人是不可以来帮我们的站台。不过朱立伦表示，南北伫地方立委甲县市长也是会使互相合作。哇，这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小鸡不满要退党？我们看说国民党竞争你跟小鸡站台。谢谢。郭文哲25早起出席医疗相关学术研讨会，对相关议题无愿意回应。即摆南营拒绝互郭文哲斗徛台，民众党内有哪有意见？嘛代表民众党参选基隆市议员的市有生，伊就讲国策无透明，申请退党。民众党安怎稳固军心？这是郭文哲首要的难题。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东北季风导南甲境外污染物吹来咱台湾。今仔日中南部因为伫风尾，空气品质是真歹。根据环境部的资料，到后礼拜四进前空气品质拢无好。另外后礼拜二，佫有一波东北季风会到位，北部乡亲爱洗衣，因为北部低温只有18度。 打扮真侪强凉的参赛者拍拼向前冲，摆留伫高雄顶场的变装电竞赛为礼拜大型长炮活动来做准备。不过，日时空气品质无好，中南部因为伫东北季风靠标只测到所在污染物开积伫遐。早起到中外，做测站空气品质来到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感觉是提醒，市区拢噗噗噗噗。空气没有好过，那个地带全部都是重工业，所以高雄地区空气不会好。 环境部指出，下礼拜2日开始，东北风会搁再检查微量的境外污染。西半部因为扩散无好，有报告下礼拜是拢维持感觉式的提醒。另外，高雄市环保局也推动这个应变的做法。通知辖内的大型业者执行降载减排的作业，并进场查核。另外呢，也执行交通热区的路边拦检以及目测判烟。 还有派出无人机巡查露天燃烧。另外，北部地区到礼拜东北季风的减弱，雨势较热，所来会有2波东北季风。礼拜下礼拜2一波，日时温度会下降。下礼拜2透早到拜三透早，温度下降会较明显。 目前看起来，冷空气的强度有稍微比较，没有针对着台湾没有那么的强。礼拜2到礼拜3清晨这段时间，这个台湾北部的这个低温大约是落在18度上下。气象署讲，礼拜1波东北季风敢若影响1天，30下礼拜4新一波东北季风搁再增强，水汽就较济一寡。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仍有落雨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以色列和哈马斯有达成暂时停火协议，对当地时间2时开始停火4天。以色列会放巴勒斯坦的犯人，也若哈马斯是放人质互相交换。头一批哈马斯已经有放25个人质。红十字会车到到现场，哈马斯人员和以色列努力扶助人质落车，因总算伫这时阵应搁得到自由。第一批放出来的人质有14以色列公民，其中有有双重国籍，也有伫以色列食头的时阵被绑票的泰国公民。
以色列官方证实，13个扣押49天的人质已经转到以色列，来接受健康检查。另外一边，在巴勒斯坦犯人的巴士也触发击败协议，哈马斯用扣押人质交换巴勒斯坦犯人，其中包含24岁巴勒斯坦犯人马拉，伫加加度过8年，加做击败协议释放的第一批犯人。تمام بس هو خبر الصفقه كان كثير صاعق يعني على اخر صاعقه يعني صح كان الواحد متوقع انه باي لحظه رح تصير الصفقه بس مش بظل هاي الامور وانا كمان ما كنت عارفه اي خبر ايش بصير برا ايش الاوضاع اللي بتكون بغزه ايش الاشي伊妈妈感到目屎是真欢喜，因为查某囝毕业时阵才16岁。以色列总共放出伫个加内底39个妇女甲囡仔参加这一摆停战参选国家卡达，希望透过谈判达成后续协议。你甲亲人过感温热的美国总统拜登，是认为延长休战的可能性是真实的。I think the chances are real. יש למלחמה הזאת מטרות מאוד מאוד ברורות, וצה"ל נערך לשלבים הבאים במלחמה, על מנת לפרק את חמאס, לסדר את הגבולות, שיהיו גבולות בטוחים, להמשיך במאמץ העליון.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表示，战争的目标之一就是让所有人质拢转去。根据以色列4天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按算释放150个巴勒斯坦犯人，来换以色列50个妇女甲囡仔人质。那哈马斯每一摆加放10个人质，以色列就会加休战1天。目前双方初步拢遵守协议，互加沙走廊的战火暂时有休困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欧盟的轮值主席国西班牙的总理桑切斯二世，伊是伫拉法关口谴责以色列对加沙地区进行无差别的攻击，伊嘛表态承认巴勒斯坦国。比利时的总理德克鲁伊嘛要求以色列着爱尊重国际人道法，严格这发言是引起以色列强烈不满。西班牙、比利时两个现任甲后一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国家领导人，二是做伙去加沙走廊拉法关卡访问。针对最近以巴达成的休战协议，西班牙左派政府总理桑切斯讲，暂时的休兵是无够的，双方需要永远停火。伊嘛讲，就算甲欧盟意见无同，西班牙嘛准备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持开放态度。I think that the momentum has co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specially for the European Union and member states, to recognize the state of Palestine. And I think it would be important if many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we do it all together. But if this is not the case, of course, Spain will take their own decisions. 做伙去的比利时总理嘛讲，以色列的行动需要尊重国际人道法，嘛批评以色列军方伫加沙走廊破坏行为是无法度接受的。两个人二三去中东访问，甲以色列、巴勒斯坦双方的领导人见面，后来会去埃及。拉法关开记者会结束了后，以色列外交部长瓜恩就随调见西班牙甲比利时派驻伫特拉维夫的大使，对两国领袖有关以色列进攻巴勒斯坦加沙地区的言论，引起大力批评，讲两个人错误的主张，互恐怖主义加权。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嘛批评两个人无关注巴勒斯坦民兵哈马斯犯的违反人道罪。那西班牙外交部长阿尼巴雷斯嘛伫迄天针对这点作出回应。En dejar muy claro que Hamas no representa al pueblo palestino y es solo una organización terrorista.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关心科学家是发现讲，全世界上大的冰山，3年前是开始咧衰微，那旧年速度有变紧，是特别离开南极海域，这有可能会对野生动物，也有非洲南部的海运造成正大的影响。国际冰川学家口中的大墩物件，南极 A23A 冰山，冰层的高度挖近400公尺，总面积有4000平方公里，将近15个台北市遐大。A23A 伫1986年为冰坪避开了后，地理位置差不多无啥物改变，一直停伫南极海床同一个地点，那亲像一座海上冰岛。不过科学家发现，2020年开始，好亲像因为海水温度升悬，冰山开始扬。35年来头一个出现衰微的情形。And then in the recent years, so since around 2020, we first started to see it moving a little bit, and now it's
moving relatively quickly up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Antarctic Peninsula and out into the open ocean. 最近这几个月，伫风向甲海流的吹送，这座大冰山移动的速度变紧，目前已经经过南极半岛的北边，科学家认为 A23A 九月应该会扬入去南极绕极流来，沿冰山项的路线流入去南大西洋，九月氧气消失。You know, an iceberg of this scale has potential to survive for quite a long time in the Southern Ocean, even though it's much warmer and it will start to melt more quickly. It could still make its way reasonably far north up towards kind of South Africa, where it can disrupt shipping. 科学家嘛烦恼，若做 A23A 往北流到南大西洋的南乔治亚岛，恐惊对岛上几落百万只海豹、企鹅，抑个其他各种海鸟，因的找食甲生态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镜头等下国内来关心交通部即马拍算修法，要针对就医的记录甲保险，找出样型失地才会赛车的高风险族群，要求因着爱先通过检查，才会当摕驾照。目前这个修正草案已经报行政院，若是立法院冇通过，就会开始实施。今年2月，高雄一个驾驶好亲像样型发作开车失去控制，连续弄路边14台车，或甲在现场无人伤亡。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再发生，交通部研究修法，甲为就医资料顶找出样型失地者高风险驾驶，连做复检无通过，要注销伊的驾照。不过朋友团体是烦恼，安尼可能互朋友更较唔敢去就医，连做无按时食药啊，颠倒会增加破病的机会，开车更较危险。如果要从他的就医记录去查是否有些癫痫患者，他就会变成，他就觉得那我就不要去看医生了，我就让我去并发好了。那他这样去驾驶的话，是不是就更危险？交通部表示，要增加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92条之一，明定公路主管机关会当甲卫福部、劳动部透过资料连接，为就医申请保险者资料查核驾驶人是不是有视力功能障碍、失地、样型等等，佮要求进一步复检。若做无通过，就要注销驾照。可能因为他自己的身体体格有一些老化或因故患有一些身心障碍的不方便的情形，比如说像失智、癫痫或者这些视觉功能障碍，这些都有可能会影响汽车驾驶，不符合这个交通安全的要求。交通部讲，判定高风险驾驶的标准，主要是看驾驶人是不是有领失能给付，像讲双眼失明的给付，针对较明显风险，就会通知驾驶人来检测。目前这项征收草案已经送行政院进行法制作业，听候立法院修法通过了后，上紧明年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姓郑的国道警官涉嫌性侵害超过20个少年、未成年的少年，上细汉的敢若10岁，伊封记2期大过了后免职，法院即马2审嘛判伊8年4个月的有期徒刑。另外，伫新北市新庄分局有一个派出所姓江的警察，咧办案的时熟悉一个15岁的查某囡仔，甲这查某囡仔浸3届，即马伊1审嘛封判刑1年。警方甲车窗讲破，要掠这毒贩，不过查甫人伫空摆落车，警察伫过程中互车窗夹着伤。这4个警察伫新庄分局光华派出所工作，把协助惊碰无去的老人找到错的人，互保障好人好事。不过，警方标出承办一个未成年案件，对这15岁少女卡来手来。目前已将原予以行政惩处记过1次，并调整服务单位以及列为关怀辅导对象。趁工作机会接触了后，涉案警察愈大胆，毋若走去小路大的所在，更加侪摆甲人带转去厝的，3摆甲人针喙，案件反映心理，批评伊用款势来对人卡来手来，加害少女身心健全的发展，犯下3条罪，1审判刑1年，会使1颗罚金，专案也应该上诉。初步判定是轮胎飞跃至对向车道的时候砸中车辆啊。牵涉证据也有7个警察，不代表警方侪摆说明事故。伊是姓地的警察，担任国道警察侪年，经由网络交朋友，约出未成年少年带到公共便所才会定所，涉嫌性侵害伊个录影，受害少年超过20人，上细汉的只有10岁。案发了后已经互免职。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私欲，对这些被害少年做性交行为，念在正信警员饭后对于大多数的犯行都坦诚分别来量刑。
一审依照儿童少年刑罚下条例这罪嫌，判伊9年徒刑，另外判6个月永护社会蠕动。不过二审参考伊甲部分被害人和解，改判8年4个月加5个月永护社会蠕动。只是警察伫发犯法最上歹示范，也让这个警戒形象受到真大破坏。记者综合报道。宜兰逐年的秀蛇拢会伫东山河的清水公园举办动玩节，人是吵，也毋过其他的时间就无啥人客。即马有管理员是建议讲，会当伫公园内底起摩天轮，也有商场来带动观光，也毋过地方有无同意见。就算是拜6礼拜休假的期间，宜兰东山河清水公园的停车场差不多拢无车，去遐行大的人真少。根据县府统计，这每一年吸引差不多58万人次来遮佚佗。不过大部分是伫咧县府办动玩节期间，若靠除动玩节，入园的人数敢若剩17万人次。有管理员提议，伫咧园区内底起摩天轮甲商场。假如是那个摩天轮的话，您看看，可能平日你就可以造就很多的观光人潮。县府伫咧2011年，就捌评估过清水公园起摩天轮的可行性。迄当阵设定的地点伫咧清水公园北边。会当以360度看南洋边缘自然甲人文的景观，按算透过公司协力来办理。不过因为县内对当地环保甲景观的议题无共识，怎都无结果。即马地方重新提这个案，环保团体有无共看法？就是做了漂亮，然后公共设施要做的完善，然后不要去把污染带到区外去，这样，比如说。雾社甲湿地就在旁边，那会不会更引起雾社甲湿地那边的开发的压力？环保团体认为讲，清水公园是会当开发的区域，不过起摩天轮等等的设施，要是要兼顾当地的景观，嘛应该思考安怎避免附近的农地去用插座，为52家烂地带来开发的压力。如果在环保跟景观上面，基本上面有建立共识的话，公旅处这边基于观光发展以及促进工商发展的角度，我们愿意持续来评估跟推动。东山河清水公园县府最近这几年，除了推动规划温泉区，嘛积极办理纯温外包招商，希望会当吸更较侪游客。县府讲，对地方的建议，伫咧促进工商发展观光的立场，未来经过县府内外的讨论。伫咧环保甲景观有共识的前提之下，愿意持续评估甲推动。记者综合报道。因那家己的东石渔港因为地层陷落，港喙建摆拄着海场的时，海水拢会溢到车路。也毋过即马经过14个月整修，这个问题已经改善啊。今仔日行政院长陈建仁佮专工去现场看改善煞的成果。为去年1月开始，经过14个月的时间，嘉义县东石渔港中央景观台整修，佮有码头下水的问题，都已经改善完成。伫渔港服务的协会嘛讲，新的环境，互游客较愿意来。改善码头之后，咱这个漏水的情形就无搁发生，包括中岛这台泽那了，一寡游客、全省的游客变做东石的景点，拍的景点。到好了，人客来较水啊，较好看安尼。行政院长陈建仁25载时专工来到东石渔港，向嘉义县政府说明前瞻议程改善东石渔港的成果。我们前瞻建设是一个造福现在的渔民，而且更重要的呢，也是让我们的年轻人有一个很好的休憩的地方哈。较好出啉路啊，较袂淹水有旧的无的啊，较袂渗水啊。1986年起的东石渔港，因为地层下陷甲结构牢固，和港区的道路甲渔民作业的所在，建摆海场的时阵，就会有积水的情况。县政府争取1亿7500万的经费来办理水环境的改善，要让渔业甲观光发展有更较好的环境。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台南有真侪美食好食面，那台南的牛肉汤是美食之一，是台南真出名的好食面。强调讲这牛现态肉上鲜，南烧汤就会当食。那这本土牛拢是零牛较济。台湾肉牛产业发展协会就表示，因为台南是全国饲零牛上济县市，有产地优势，才有法度现态6点钟内送到碗来。温体牛肉用烧汤淋落去，即碗台南牛肉汤全国真出名，确实真侪人唔知讲这个牛肉是倒一种牛的肉。你吃的牛是哪一种牛？你知道吗？哪一种牛肉？不晓得。拢年牛啊济啊，应该无黄牛。原来台南牛肉汤的牛肉超过90%是使用零牛的肉，大部分是港的牛仔囝饲大了后的牛，也有已经无法度生奶的母的零牛。
生育完之后会有一半是公的，一半是母的。那公的部分，我们在国内外的惯例来讲，就是把这个拿来当肉牛食用。台湾肉牛产业发展协会讲，国内虽然多数牛肉挖靠进口，不过进口牛肉成本较悬，也因为运输时间无到做到亲像台南牛肉汤，要求伫肉品抬了后6点钟送到位，加上台南饲肉牛数量较侪，有产地优势，牛肉汤才多数选择零牛。不过，有业者认为零牛食起来甲黄牛无同，坚持使用黄牛肉。不过，因为饲养数量无侪，就有较少数。记者综合报道。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登记关怀受害者甲因的家属，嘛用现身人来称呼这群人。不少人伫代志拄发生的迄段时间，会感觉悲伤、无依无靠。那协会工课就是陪伴，嘛辅导因去学技术，互因有转职的能力。最近协会就办市集卖物件，互外界看到因的改变。翁婿因为车祸过身，厝内经济只剩家己一个人负担的电金玉。面对茫然的未来，在环保协会鼓励下，除了学会晓航胖技术，嘛渐渐行出悲伤，采用2个囡仔大汉。只要你愿意打开这心里的那一个窗，然后慢慢去接触我们这些其他的，就是他们给予的帮助。虽然说是小小的帮助，但是因为他这个小小的帮助，让我们会受益良多，而且让我们会更有自信心。另外一位是厝内人发生不幸，规家口拢落人悲伤。后来经过上课以及心情调整，真无简单，才重新接触外界。多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借由上课，就是让自己的身心灵成长，然后多交一些朋友，可以帮助自己的心情比较放松一点，然后比较快能够的走出来这样。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长期关怀这群人，佮透过辅导，互因会当学到技术。增强经济能力。最近协会利用举办市集的方式，让外界看到这群人的改变。协助我们的新生人的一些的产品，能够拓展它的能见度，一方面也去行销。那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哈。协会嘛期待社会会当用温暖的心以及行动来支持被害人以及因的家属，让人生遇到不幸的人会当知影社会也是有温暖，因不是孤单的。会当搁面对未来的生活。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天气报道在，咱来看明仔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是2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有2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是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6度。外岛的温度16度至24度。继续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请乡亲稍等的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